宣调，治水为上摇花的山，治水为徛起伫伊性的所在，就是手清气、心清洁、存心无虚假、就抓无奸诡的人，这个人要得到摇花祝福，佮对救伊的上帝得到义。现在请咱备办好咱的心，那么做三间的祈祷。咱要祈祷的大声，请咱这时特别要为着南加州、澳湾、台湾长老教会所发生的这个枪击案，这个牺牲性命的英雄，郑达志医师，以及5位受到轻重伤的兄弟姊妹因，咱会灭岛调较久的时间。来表达咱对因的这个孝念甲祝福，恳求天父上帝亲自来安慰着家族以及医治受伤的人，也互全教会的兄弟姊妹会当早一日行出这个惊吓、悲哀的这个阴霾，为咱继续伫这个所在来宣扬主耶稣基督福音，来拯救灵魂。全能慈悲的阿爸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阮拢捌犯过罪，也捌离开主的道路，亲像迷路的羊，阮也过分相信家己的计谋，常常放纵家己的情欲，也干犯着主你神圣的这个法度，应该去做，阮无去做。唔应该做，阮反转去做。阮的性情软弱，阮无力行好。主啊，怜悯阮这个可怜的人吧。
今仔真多个困求主你来赦免，今仔痛悔个求你来接纳。啊，阮得到帮助，拢是我靠主你的名，因为阮至圣的阿爸爸上帝，恳求你搁一摆用着你的荣耀来眷顾着阮，互阮大家拢蒙恩，专心来敬拜阿罗你。啊，今仔日阮谦卑来到主你的圣宝座前，搁一摆来聆听你的信息。伫顶礼拜拜礼拜日，南加州而阮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中昼自餐以后，忽然间发生了这个真凄惨的这个枪击案，凶手是一位台湾外省的第二代移民来美国的人，伊是拉斯维加斯统促会这个理事周文伟，伊是中国统战所控制组织的成员。那么经过检调的这个审查，已经是定调，这是一件出自这个政治动机、这个仇恨、暴力、杀人的事件，来对这个拉斯维加斯68岁这个凶手。伊撞入去教会，将后壁门给锁起来。只干那因为伊对台湾甲中国政治局势的不满，所造成这个冤仇、怨恨、杀人这个惨案。但原本凶手将这后壁门给锁掉，佮带着2支这个自动的步枪、15个弹夹。还有汽油弹这个爆裂物，伊准备要将全教会拢给杀死了，然后要将教会给爆炸毁掉。这就好佳在有勇敢的这个陈医师牺牲了家己，用伊的生命去挡杀政治。虽然陈医师已经不幸来死亡，也5个人轻重伤，而且有这个。张宣信牧师及时的提议来弄对这个凶手顶悬起来，互几个勇敢的兄弟有机会来撞我去，将凶手给制服伫涂骹，没收伊的武器，佮捆绑伊的双脚，报警来处理，才无造成更较大的这个伤亡。这个是互北美所有台湾人教会的一个提醒。魔鬼撒旦就伫咱的身躯边咯，所以咱都爱时时刻刻来提高警醒咯。但现在全世界各所在的病毒已经渐渐去平稳落来，总是咱台湾却是每一天一直拢有这个本土的病例来出现，恳求天父上帝赐落怜悯，互正百姓。因拢有悔改的心，台湾这个土地也通得到医治。但是，望上帝恩典来帮助咱全台湾。但今仔日能够一摆透过这个 YouTube 网络的礼拜来敬拜阿罗你，恳求主你的怜悯，互今仔日所有参与着这个网络礼拜以及实体聚会的乡亲兄弟，做用着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来服侍你。互主的名通得到荣耀，互咱每一个人拢会当食做上帝要所的管道。现在恳求主你先来清起罗卜的嘴，圣神也来感察阮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，互阮有蒙恩的一个主日，让阮诚心的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咱做伙来听上帝话，记载伫创世纪26章第1节到第5节。第1节，亚伯拉罕的时，头一摆饥荒以后，迄所在阁有饥荒，以撒就去基列念。
来到菲利斯的王阿比米勒遐，上主对伊出现，讲：你毋通落去埃及，着住伫我所指示你的地。你行骹伫即个地，我会甲你同在，甲你祝福，因为我要甲遮个地拢互你甲你的子孙。我会坚固我对你的爸阿比拉罕所就的线。我会加添你的子孙，亲像天顶的星遐细，阁要甲遮个地拢互你的子孙。地上万国会阁因为你的子孙来得到福气。这是因为阿比拉罕听我的话，守我的吩咐，我的命令，我的律例，我的法度。第二位圣经节记载伫创世纪26章12到14节。12节，以撒伫迄所在种植，迄年得到百倍，因为上主赐伊福气。伊就诚做大好业，哪久哪大，到诚做大富户。伊有羊群、牛群，嘛有真侪奴仆，所以非利士人就怨妒伊。这是上帝的话，去若读甲听遐个预言，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拢有福气，因为日期近啦。阿明。即条要来学咯，为着即块土地，阮诚心来祈祷。当然知影，伫顶礼拜日，伫南加州，即个澳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发生即个凄惨的即个枪击案，至于即个清军中国，即个统促会即个理事或者周文伟。伊是即个住伫台湾出世的即个外省的第二代移民来美国，因为伊即个仇视台湾的移民，也不满台湾的即个政治，所引发即个枪击案，互即个真清气的即个南加州即块土地来抹着即个鲜血。所以咱要为着即块土地来诚心来祈祷，求天父上帝来安慰着即个死亡的即个郑医师因的家族，以及来安慰着即个受伤的即个兄弟，甲平静着台湾长老教会即个兄弟姊妹，无受即个枪击案的影响甲惊吓，会当早一日行出即个阴霾，继续伫即个所在来侍奉上主。阿们。为即个土地，阮诚心祈祷。阮主的真理，若讲照伫遍地，为一个城市，阮甘被困囚。阮主使我命，互阮不入地球。全能的父上帝，你辛苦工人。我
愿颂扬甲悲哀，拢离开阮心中。愿全能的白上帝，你旨意直正。愿望甲喜乐，永定阮的心中。一块土地，愿诚心祈祷，愿做真理，哪讲全地变旧。为一个城市，愿谦卑困求，愿自述我命，予阮救助地球。全能的白上帝，你辛苦工日，愿颂扬甲悲哀，拢离开阮心中。愿全能的白上帝，你旨意直正。愿望甲喜乐，永定阮的心中。一个土地，愿诚心祈祷，愿做真理，哪讲少地变地。为一个城市，愿谦卑困求，愿自述我命，予阮救助地球。全能的白上帝，你辛苦工日，愿颂扬甲悲哀，拢离开阮心中。愿全能的白上帝，你旨意直正。愿望甲喜乐，永
市，我欠比困求，阮自私我命，无怨不着你求。全能的白上帝，你辛苦甘你，阮颂扬甲悲哀，拢离开阮心中。全能的白上帝，你旨意的正，我毋望甲喜乐永在阮的心中。一个土地，阮诚心祈祷，阮做的真理，哪通照伫遍地？为一个城市，阮险被困囚，阮自私我命，互阮不着地球。全能的白上帝，你辛苦甘愿，阮颂扬甲悲哀，拢离开阮心中。全能的白上帝，你旨意的正，阮毋望甲喜乐永在阮的心中。诚心祈祷，阮做的真理，哪通传递遍照？为一个城市，我欠被困囚，阮自私我命，无怨不着地球。全能的白上帝，你辛苦甘你，阮颂扬甲悲哀，拢离开阮心中。全能的白上帝，你旨意的正，我毋望甲喜乐永在阮的心中。各位乡亲、时大、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美国的这个《时代》杂志，这个《Time》2022年这个封面，这个杂志的封面，用阮的画出两个色，这是蓝色，这是黄色，这就代表乌克兰这个国家。这个方面来说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伊捌讲过伊的话吼，伊讲生命将要战胜死亡，光明
要镇压这个黑暗。这个泽连斯基以一个真成功的调集家己的人民来保护家己的国家。只有这个喜剧演员出身的这个总统，如今是勇敢地对抗这个俄罗斯大军的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物。那亲就是伊对这个卓别林和恰布林变做一个英国的这个丘吉尔，伊夺了这个战百姓坚决来反抗这个独裁国家的这个侵略，这个恶行。乌克兰来抵抗这个俄罗斯的入侵，和中国要武力攻击台湾，那亲像有淡薄仔这个建构的这个意义存在，可能会降低因来攻打台湾这个可能性。总是呢，如果将来若有这个避免不了这个开战，有一句俗话会讲汉子毋惊落土烂，只求积蓄大大团。意思就是讲，汉子毋惊落土内面来烂去，只求这个积蓄一代一代延续落去。这就是咧讲，台湾人是非常有这个韧性的，人讲真像猪肉肉润卜卜的，所以将来中国会戆硬讲，哎呦，因台湾人哪会遮尔润命，以及这个国际社会这个支持。伫顶礼拜顶礼拜日，安尼惊动全美国的这个新闻，伫台湾这个交界，南加州这个尔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这个枪击案，这个凶手是一个伫台湾出世，这个外省的第二代移民来美国，这个周文伟，伊是美国拉斯维加斯这个统促会这个理事。那么根据调查，周文伟杀人的这个动机是甲万幸台湾人移民有关系，伊嘛真反对这个台湾的这个政府。周文伟被这个亚康，伊是中国统战组织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这个干部。美国国务卿伫这个2020年已经认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是受中国中央统政部的控制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外国使团，并不是单纯伫美国一个非这个营利事业的这个组织尔尔。所以咱就要提高警觉，因为伫这个末世，无论伫咱台湾，还是无论伫美国，即个暴行会哪来哪做？因为圣经启示录12章12节讲，因为魔鬼知影家己的时阵无路，就气噗噗的落到磷下去。那么，这个新冠病毒 COVID-19 的疫情，就引起无共款的做这个瘟疫，唔单单是影响到人的这个健康尔尔，嘛影响到这个全世界的经济。那亲像是这个圣经内面这个扒方面一样，伫这个创世纪26章第1节，讲阿伯兰的时头一摆饥荒以后，迄所在阁有饥荒，以撒倒去基纳日来到菲利斯的王阿比米勒遐。26章12节到13节讲，以撒伫迄所在建筑，迄年得到百倍，伊是上主赐伊福气，伊就真做大好业，哪久哪大，到真做大富户。这段圣经提起，以撒伫这个饥荒年中间做一个完全不可思议的代志。伫这个饥荒年，伫夜整子，通常伫这个饥荒年的这个期间是无人要去夜整子的，乃是将这个有限的整子真细致甲伊收藏起来，听候这个夜整子的时间若到，伊才是夜整子。就是以撒却凭着信心，伫这个饥荒年来夜整子，
上帝予有即个百倍的修成。但伫即个旧约时代，迦南地常常有饥荒，到处拢找无到食的物件，连水井嘛拢总干枯枯。所以伫即个生活困难的时阵，以撒真正是即个信心的老爸，阿伯拉罕的即个囝儿，伊无做伫即个厝内海产吐气，伊高举伊的信心，伫打扫规里的即个土地顶面，将种子甲伊带落去。结果上帝超自然的即个祝福临到伊，迄年伊竟然有100倍的即个收成。所以100倍的收成是上帝的祝福，也是上帝的作为，甲人对上帝信心有真大的关系。以撒伫有生之年，因着伊的顺服，因着伊的信心，得到主耶和华上帝大大的祝福。伊虽然毋是一个做事人，上帝却予伊有100倍的收成。伊得到极大的即个财富，才做建立你地区的即个上好嘅人。伊算是一个安静思考的人，伊即个思考的模式是整治引导的方向，而即个思考的模式，毋是需要去引导的即个方向，即个思考的模式。伊伫即个经中，伊无向上帝开喙，开即个清单，点问上帝：哦，上帝啊，我需要偌济才会粮食，我需要偌济水来养饲我厝内人，甲才会精生。但倒变诶，伊当伊看到即个仓库内底还阁剩100个即个麦仔诶时阵，伊就决定要将即个麦仔甲伊带伫即个土骹。伊知影上帝若是祝福100即个麦仔，是较好过向上帝伸手，向上帝讨物件，爱一家人日用即个饮食。有偌济摆，咱到上帝面前。就讲出咱种种的事，啊，上帝啊，我的身躯需要医治，我的囝儿需要管教，我嘛需要真侪钱呢。我甲你讲，上帝早已经知影咱的需要。上帝伫听候咱去野种子，通予伊为通来开始动工。你的手中有啥物款的种子？要如何来野种子？将会有100倍的收成。完全出伫你呢？你是不是有遵行这个圣经顶面的这野种子的原则？什么原则？咱即嘛做下来学习，有4种真要紧的这个爱学习的这个原则，听注意听哦。第一个原则记载伫哥林多后书9章第6节，讲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这个话是真正。这就是讲，你修成的偌济少，决定伫你到底种偌济物件。如果你总是遵行10%的这个奉献，请你试看卖，加野瓜种子，奉献11%，看上帝会如何来祝福你。圣经嘛讲，因为恁用什么物件来让予人，人嘛要照安尼。让倒转来互你，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到当你是摕一支汤匙仔的量，你嘛会收到一汤匙仔的这量倒转来来点。你所摕出去的是一拖车的这个量，你所得到嘛是一拖车的这个量啦。就是当你若摕出去是一卡车、一拖拉机的这个量，你嘛要得到一拖拉机的这个祝福。所以请问你。你是要得到一支汤匙的祝福呢，还是要得到一只拖拉机量的这个祝福？你家己选择。第二个原则，第二个原则就是记载伫加勒泰第6章第7节，毋通欺骗家己，上帝是袂通侮辱的，人会照伊所野的种来收成，所以100倍。修成甲双倍祝福，上帝拄是咱丰盛的为了这个源头，所以双倍祝福是因为利百加生产双生仔囝，
带来双倍祝福。所以亲朋好友拢真心酸，总是伊的背后却是人所毋知，就是信心加上这吞忍退后的这个考验。伊说是亚伯拉罕唯一的囝儿，伊承接着老爸诚做大族的这个使命，家己却伫40岁才娶某，退后到60岁才生了这个双生仔囝。所以伫这个困境中，伊说继续祈祷，等待20年。20年来，伊并无放弃，也无袂记上帝应允。以色列老爸亚伯拉罕同款是年老无法度生囝的人，上帝却互这个亚伯拉罕的限制上实现了这个心愿。伊爱一个未生囝的人，就是亚伯拉罕帮赞阿比米的女眷恢复生囝的这个能力。这记载伫创世纪14章啊20章17节到18节吼。迄时亚伯拉罕的信心还未成熟，所以上帝便予伊来甲伊改名，对这个亚伯兰改做亚伯拉罕。伫这个希伯来原文中间，亚伯兰的这个希伯来字中间来放一字上帝名伫内底，就变做亚伯拉罕。所以每当这个亚伯拉罕听到家己的名，便一摆搁一摆被提醒啦。伊的生命中有这个上帝介入，所以咱需要不断的领受到上帝话，这个大权能，不断来祈祷，不断来宣告，咱信心的经济就会不断来成长。所以百倍收成是象征这个土地受祝福。那么本来咱的土地是被这个咒诅的，现在咱的土地也是常常受到咒诅。亲像这个现在这个武汉的这个肺炎，啊，甲以前这个禽流感，啊，甲咱台湾这个 SARS 等等，总是上帝赐予咱的土地，咱伫这个逆境中间，伫别人亏损的时阵，悠然通有收成。所有的代志拢爱着因着上帝介入来反转。爱邀请上帝去介入咱的活命，所以求上帝拍开咱属灵的眼光，看到上帝这个拿图甲计划，赐了百倍收成的这恩膏，食做咱伫上帝国度内面这个昌盛的人。第三，这个原则记载伫诗篇126篇的第5节，讲老目屎也种的人。会出欢喜的声来收割，所以当咱伫苦劝人，还是朋友来信主耶稣的时，咱拢总是安尼顺线提这个态度。若像咱拄拄咧食饭的时，佮遇到咱的朋友来找咱就招呼伊来做来食饭，安尼顺便甲伊邀请。那么即款的顺便的态度，咱所收到的效果啊，当然是有限的啊。所以托福音不但着爱有这个天堂的这个印象，嘛着爱有这个地界的印象。圣经描写地界是真正存在的，迄是一个真可怕的所在。伫你的脑海中，爱常常有一幅这个地界的这个图画。这个图画中间，伊遐无信主的亲人朋友，因拄伫内面咧受这个煎熬。在受痛苦，所以这幅图会催逼你，因的得救你来流目屎来祈祷。我相信带来无共款的一个结果才对。第四个原则，记载伫约翰福音第4章37节到38节，伊是俗语讲，一个野种，另外一个收成，实在讲了真对。我找恁收割恁所无着卖的，别人已经着卖，恁享受恁所着卖的。所以一粒种子待伫土骹，爱经过一段这个休眠
的这个期间，伊才会当发芽生长。这个是上帝伫这个种子内面，这个创造会保护这个机能，互伊会当天后有适合的这个生长的条件时，伊才来补芽来生长。咱拢会知影，也种子了后，真可能有一段真长的时间，袂当看到咱辛辛苦苦栽种的这个结果，甚至一世人嘛看袂到这个结果呢。这是一个属灵的另外一个真理。有人栽种，有人浇灌，独只有上帝予伊的成长。所以有真侪这宣教师伫世界各地来压落这个福音的种子，却无收到任何丰盛的这个效果。因所做工是毋是白白浪费呢？无啦，无。伫这个19世纪的初期，有一个英国的宣教师做李文斯顿，上帝呼召伊去非洲来宣教。等到伊死的时阵，非洲的人信主的数目，单单是几个尔，但是个位数尔啦。就是经过100年以后，上帝呼召德国的宣教师布永康牧师到伫这个非洲，结果带来非洲100万人的大复兴。布永康牧师伊谦卑讲，李文斯顿亚落这个生命的种子，我不过是伫对的时阵去收割这个庄稼尔。真个了解这，照说法讲，收割的时就是世界的末日。对于现在甲末日之间，要有真侪人要来信主，咱就要备办好好势，来迎接这个福音的大丰收。就是咱毋通因着期待要收割，却忽略去栽种这个好的机会。刚才你要讲吼，哎呀，我啥物拢无啦，我要如何去野种子呢？约伯伫失去这个生命大经，伫个生命大经的中间，伊失去了一切，不但损失了伊的这个囝儿查某囝，也失去所有这个财产，佮加上伊身躯全身都生这个毒疮。所以你知影无？约伯去做着大患难的时，如何反应呢？圣经甲咱讲，约伯为着伊的朋友伫祈祷，为着朋友伫祈祷呢？咱试看觅呢？约伯比别人搁较需要代祷呢？就是家己拢无啥物拢无啦，就是伊也有愿意压落这个祈祷的种子，所以就扭转伊的这个困境。伫约伯记42章10节讲，约伯为着伊的朋友祈祷，耶和华就互约伯对苦境来转回。兄弟姊妹，上帝创造咱，诚做要互人的人，就即便你已经有通穿、有通食，啥物拢无欠过，你还阁是有通野种子的行动。咱就爱学习这个约瑟的智慧，伫这个丰年的时阵，咱有先压落这个种子，到了这个芳年的时阵，一定要看到这个百倍收成。阿免。回应诗歌，耶稣听我知明。咱今日这个讲道的主题就是百倍收成。所以，即阵要来用这首儿童的诗歌，耶稣听我知明，要来做回应。因为圣经有教示咱，都要亲像细囝即款的心态，咱将来才有机会进入这个天国。所以，咱就要用这首耶稣听我知明来回应这个百倍收成。阿们。我知明，因为记载伫圣经，细汉囡仔虽软弱，
耶稣为救有体伤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有记载伫圣经。耶稣听我伊有事，有将天门开到你，我的罪过伊洗净，予伊洗行入内面。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有记载伫圣经。耶稣听我三当行，伫我身边免惊吓。我若听伊到路尾，伊要带我天天飞。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有记载伫圣经。我知免，因为记载伫圣经，细汉囡仔虽软弱，耶稣为救有体伤。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有记载伫圣经。耶稣听我伊有事，有将天门开到你，我的罪过伊洗净，予伊洗行入内面。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有记载伫圣经。耶稣听我三当行，伫我身边免惊吓。我若听伊头路尾，伊要带我天天飞。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有记载伫圣经。耶稣听我知免，因为记载伫圣经，细汉囡仔
虽软弱，耶稣为救有提升。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有记在你前面。耶稣听我，伊有事，有将天门开到你，我会做我伊世真，予伊世行入来面。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。耶稣听我，有记在你前面。耶稣听我三担惊，伫我身边免惊惊。我若听伊到路尾，伊要带我见伊面。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有记在你前面。耶稣听我在面，因为记在你身边。细汉囡仔虽软弱，耶稣为救有提升。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。主耶稣听我，有记在你前面。耶稣听我，伊有事，有将天门开到你，我会做我伊世真，予伊世行入来面。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有记在你前面。三担惊，伫我身边免惊惊。我若听伊到路尾，伊要带我见伊面。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。有记在你前面。就咱一条同心相甲的祈祷。亲爱爸爸上帝，我感谢你，今
来阮对圣经创世纪26章第1节到第5节，12节到14节，阮做来思想百倍修行这个题目。但对今日的信息中间，互咱也学习到这个圣经顶面亚精子的这个原则。第一个原则就是少种的少收，少收；罪种的罪收。这个话是真正的。第二个原则就是唔通欺骗家己，上帝是袂通侮辱的。人会照伊所野的种子来收成。第三个原则就是老目屎野种子的，要欢喜的声来收割。第四个原则就是因为俗语讲，一个野种，另外一个收成，是讲了真对。我找恁收割恁所无着磨的。别人已经着磨，恁享受因所着磨的，做阿爸别上帝，多谢你赐了这么宝贵的话语予阮，教是阮啊野种子甲收割这个属灵的这个原则，会帮助阮会通倚靠你的信息甲慈爱，伫这个饥荒年的时阵，有缘通出去野种子。借着你的宝贵的这应允，要互阮有百倍这个收成，特别是这个接近末日的时代里面，我要为着未信主的兄弟姊妹、好朋友来迫切祈祷，愿向你来祈求，将来伫天顶的时，阮一定要看到因，但阮衷心的感谢祈祷。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第一点，阿赖桑牧师也要甲恁祝祷，愿天父上帝的主啊，甲怜悯，最后所基督恩典、圣神辈出的感动甲交通，甲亲爱的兄弟姊妹同在，伫到记做面迄日。奉爸囝圣神的名，阿明。亲爱的乡亲、士大、兄弟姊妹，但今日的实体礼拜以及网络礼拜，到这就告一段落。咱们望伫后回伫同一个时间，无论伫教会或者是伫空中三角见面。愿上帝赐福保护恁，阖家平安，万事如意。再会，拜拜。愿恁平安。恁着去照万变是最好事，甲伊行，随来归遍上帝，着甲因遵守主的命，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，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，愿耶和华予伊的名光照你，愿恁。愿恁平安，愿被上帝欢喜的名看你。恁着去照万变是最好，像甲伊行，随来归遍上帝，着甲因遵守主的命。